黃百鳴被判內幕交易罪名成立。喂，講個秘密俾你聽啊！我有個內幕消息啊，呢隻股票咧一定升㗎，快啲去買啦！當你聽到呢一個消息嘅時候，你係咪會覺得哇掂啦？呢次仲唔發蛋？快啲咧攞晒啲錢去到瞓身落去買呢隻股票，諗住賺翻佢一大筆。我哋首先嚟分析一下啦。如果呢一個消息係真係嘅話，會唔會咁容易就去到你嘅耳仔嗰度呢？如果呢個消息係假嘅，咁如果你又瞓身咗落去，咁會發生咩事啊？你辛辛苦苦儲翻嚟嘅錢，可能就一鋪清袋嘅咯。如果係真嘅，咁梗係固然係好，但係你就分分鐘中咗內幕交易呢一條嘅紅線嘅咯。所以我哋講投資嘅時候，最重要嘅其實我哋要靠公開嘅資訊，自己去到學習做分析，先至係一個最明智嘅投資決定。你過去有冇試過俾朋友同你講有內幕消息，跟住叫你去買股票，跟住最終係賺到錢、蝕咗錢？喺留言區話俾我聽啊！